南投县推设社区的计划，鼓励在地社区做伙合作，服务弱势族群。草屯的团队今年动员5个社区的志工，定期去访视关怀独居老人。这个专工带这个时代去甲北投做交流，学种果水的盆栽，这一伙人大家是拢感觉真欢喜。驶专车载独居的时代来到南投北投社区活动，现场是人热滚滚。除了参志工做伙听音乐、做运动、唱歌，时代嘛有早家己种的多肉植物来，每一丛拢是因的宝贝，要来甲大家互相交流种植经验。心情较好啦，等于是种精神的寄托。你像我即马安尼，骹袂方便。就厝呢也袂用走，也袂用四界拍拍走，就种下植物，东摸摸西摸摸，你要甲精神寄托，还安尼看伊直直水起来时候，你迄心情啊，就感觉哦，足好诶安尼。南投草屯镇北拿社区带领的团队，今年加强对独居老人的关心，透过培训志工，定期去探访时代，嘛鼓励老大人出来行踏，活动身体，嘛通结头壳。上重要的是消透因的孤单。然后在这段期间，大家可能透过多肉植物来关怀独居老人，然后大家可以共聚一堂，可以让独居老人去排除他的那个孤独感跟忧郁感。人讲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联合5个社区志工的力量，办各种活动，让这寡老宝贝活到快乐，搁有自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